音乐会当穿越时空，音乐分享见证，来见证创作者的伟大，甲伊的大稳定。咱请许宏毅老师，许老师请。
我有做考红玉，我是对美国纽约长岛教台语教会的会友，我对遐带来阮遐会友，甲恁永福教会会友请安。我是伫53年前，我就去美国留学。我要出国的前，我伫台北市的中山教会来阮兜做礼拜，因送我一条歌：景牛好歹是主所定。做伙来献开圣诗612首，景有好歹变化无定。咱做伙对柯老师的琴声来做伙来吟这首诗。真正的圣诗第句的版本是景有好歹是主所定。2009年这本圣诗出版的时阵，重新来做翻译。景有的好歹变化无定，是上帝咧照顾咱大家。咱做伙来吟圣诗612首。有好歹变化无定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念出是的阮当面行，上帝在照顾。我的妈妈考女士，伊甲我讲：红玉，你即摆要去美国，你着爱常常记诗篇121篇。诗篇121篇安尼讲：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赞对倒落来。我的帮赞是对创造天地耶和华遐来。伊无互你的脚摇颤，伊照顾你的，伊也无拄眠。伊伫你的正边庇荫你，即使太阳无伤你，眠是鸛牛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互你免受一切灾害。耶和华要保守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我伫美国，我嘛真顺利。我嘛捌伫病院做过护士的助理，我嘛捌伫餐厅做过服务生过。我感觉这拢是上帝的念力，因为伊互我通佫捌佫较侪人生的经验。伫迄个时阵，我开始想着我的阿嬷苦油梅长老伊同爱吟的诗，上帝的疼痛怎会遐尼大？咱做伙来吟第1节，来唱2遍。上帝听盼我为遐我是我
我自细汉就伫教会司琴，我是伫宜兰头城长大的。我差不多5岁时，我就会当伫教会司琴。阮妈妈甲我教伴奏，我一个朋友讲我做一角5角，哆嗦咪嗦，用过安尼，我就开始伫教会司琴。我会记得迄当阵，阮有经过吴木生牧师、陈慧仁牧师，我伫遐领受，足济我囡仔时代就是伫教会长大的。我顶礼拜有来恁教会参加恁的母亲节，互我足感动的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，就是伫教会唱圣诗，若有做节的时，我嘛有伫做节；若有需要跳舞来迎光上帝，我嘛会晓跳舞。我其实顶礼拜，互我伫即个教会，互我想起我较早细汉伫头城教会情形，我足感动的。我伫教会司琴，我发现着一条圣诗。我说求主驾驶阮祈祷，我想着讲，较早我的妈妈，我细汉的时伊嘛足爱唱，我尾仔佫发现讲，哇，这是咱一个台湾人的牧师写的。我说罗生春牧师，就是即摆足出名音乐家罗伟仁牧师的爸爸，所以即条歌要做我同爱吟的诗，所以咱即摆咱来做伙吟即首诗。348首。求主驾驶阮祈祷，咱共款第1节来吟2遍，用祈祷的心行主亲近，求主驾驶阮来祈祷。有上帝的念力，我感觉我是足幸福的。我有3个囡仔，伊嘛拢已经大人，我已经有7个孙啊。我感谢上帝，互我有这个才能。我会当用伊赏赐我的才能来学老主。我对圣经讲，上帝有互人有5000块，有3000块，有2000块。我终于明白，上帝有互咱无共款的才能，
我们都要很庆幸讲，上帝互你有这个才能，啊，你都要用过这个才能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发挥，啊，上帝就会搁较加添你的智慧，互你的才能会发挥甲愈来愈好。啊，我足感谢的，我甲这个年回来，我还阁有真健康的身躯，啊，我通啊用过上帝互我的才能，互我伫音乐上，互我通啊伫教会司琴，我会当伫教会领圣歌队，我会当用过我的音乐到处去演奏学乐，创造天地的上帝。我即摆要来弹一块麦多曼的钢琴奏鸣曲，伊是伊伫伊的晚年写的。伊即个曲的第一乐章，OK， 是充满学乐，亲像一个圣诗，开始亲像一个圣诗，伊是一块学乐感谢的诗歌。啊，我即条弹了，啊，咱来做伙唱，对主的人有幸福。
圣诗611首，对主的人有幸福。咱对着老师的琴声，咱做伙来吟，对主的人有幸福。咱唱第一节来唱2遍，用欢喜着调的心情，将咱的娱乐献给咱的主上帝，对主的人有幸福。感谢柯宏玉老师用钢琴、用诗歌、用这个作曲家因所领受的这个音乐，这嘛是真做一款活的信息，互咱向上帝结连。有人讲，上帝赏赐人上水的礼物是甚物货？是音乐。特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特别伫老师大概1970年代去到美国，迄个时阵伫普世教会定定咧讲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甚物款的特质？是熬唱圣诗的教会，唱诗歌的教会。韩国的教会的特质是甚物货？是足熬祈祷的教会。德国的教会的特质是甚物货？真够思考，真够论述，真够去做哲学、神学的分析。咱的教会伫圣诗的顶面，伫音乐的顶面有真好的传承。真感谢咱通过圣诗，咱通过这音乐来引带咱向上帝亲近。特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诗的诗篇，其实嘛是一款圣诗早期的表现。伫诗篇148篇，咱有机会，咱有手头圣经，请大家掀开诗篇148篇的第一句话，叫做“恁着学老耶和华”。最后一句，最后一节14节的最上尾啊，嘛是“恁着学老耶和华”。这是台语的翻译。伊即句话原来的话是安怎讲？我相信大家拢会晓讲，叫做哈利路亚。伊的第一句话希伯来语就是哈利路亚。伊代表一款诗人对咱的信仰的、对上帝信仰的一款非常深沉的一个
信仰的提醒和了解，以及引带众人来到上帝面前共同敬拜的时阵，咱的使命是甚物货？恁着俄勒耶和华，用俄勒耶和华做使命的开始，嘛是使命的结尾。咱拄则嘛有读到启示录，咱伫迄个咱伫启应文的中间用启示录，伊嘛有讲对起头到终末，就是甚物货？就是阿法到欧米伽。其实嘛是一个是甚物货？起头终末，咱将这一切荣耀而乐归予主上帝。拄则咱听这个音乐，同款是安尼，总是咱读这个诗篇的时阵，提起咱的使命，定定去学乐上帝。咱若有机会读这段的圣经的时阵，请大家会使用一款较画面的感受来向这个诗人，向这个创作。过去有可能伫迄个旧约的时代，有可能这嘛有配一寡歌，但是咱毋知影迄个曲是啥。但是咱来共同来领受的时阵，你会当发觉中，这个诗人咧写非常用心。第1节到第6节讲到什么货？遮的天顶的万米共同是安怎？俄勒耶和华对第7节到第10节。对地上着俄勒耶和华到第10节是甚物货？野兽甲一切精生通探甲飞鸟，这是甚物货？地上万米。到第11节到第12节是甚物货？讲到人世间的甚物货？君王万民贵族，世上一切审判官，这是甚物货？无分阶级，而且伫上帝面前爱甚物货？爱谦卑。你毋通讲家己当做是甚物货？君王皇帝，但想要甚物货？发大财，袂记你上帝。哦，这是一个足大的反省哦。伫遮所有的少年人、在职女、老人甲囡仔，无分年龄、性别、阶级，也是讲恁咧做甚物货？共同爱甚物货？俄勒耶和华最后2节。佮来带所有人来到，弄着俄勒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最高。伫上帝面前，咱爱谦卑。伫遮后来最后一句是讲，伊兴起伊百姓的角，伫伊成的百姓，拢着俄勒伊成的百姓，俄勒有真侪方式。伫咱即个世代的方式，有少年人，因会使啥物货，甚至拍电动玩、拍手机啊，嘛会当俄勒上帝。是安怎呢？手机啊内底，即马你会使随时 Google 到啥诗歌走出来嘛？哦，也是讲你对手机啊内底，即马有啥物货？有一寡人唱啥物 rap， 哦，这嘛会当学了上帝，也是拄则老师通过真好的音乐，嘛是对上帝的一款的表达和上赞。特别伊选两个真重要的作曲家。舒伯特和贝多芬的音乐，特别咱看到伫舒伯特的伊的作品的内面，的第142的作品的第2乐章，和第90号的作品的第3乐章，迄是后来我咧听的时阵，去感谢牧师，互我有王牧师有一个机会，互我嘛即款的学习，互我重新去看世界音乐的一寡物件。原来这是舒伯特伫伊足晚年的时阵所写1827年的作品。伊过1年了，伊就过身啊。伊是1828年过身的。迄个时阵，伊已经啥物货身体无介好，但是伊表达出用伊所写的钢琴的曲，这是啥物货？特别老师伫遐讲，这是一个啥物货？祈祷的曲，表达用伊的生命内底，特别咱看到即个第90号的作品的第3乐章，你会看到讲，伫伊迄个时阵身体真无好的时阵，但是已经真深沉，用真平静表达出对生命真深沉的了解和告别。因为伊知影讲，虽然伊可能在生无偌久啊。所剩的时间无济，但是伊的灵魂会去甲上帝所陪伴所在，有一款的平安。
苏伯特偌久？其实我讲伊晚年，大家想讲伊年纪足大，伊过身的时阵31岁尔。伊是1797年出世，1828年过身。伊伫在生，大有30年、31年尔。但是上帝通过伊，才会音乐感动真侪人的心。咱的圣诗的7本的内底，共款有受苏伯特的作品。恁一掀起来，圣诗第1首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圣诗第1首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的作曲者就是苏伯特，迄嘛是伊晚年的作曲的作品，是1826年的作品。共款用安尼表达出对上帝的颂赞。咱看到贝多芬，真感谢老师所准备的这首作品号码111号的第1乐章。我最近有一个机会，伫阮兜的黑胶唱片开始有听到这首，迄内底嘛有较早的人所写的一寡的介绍。后来我发觉这首原来嘛是贝多芬什么货，足晚年的作品，表达出伊对生命真亲近的什么货，感恩和俄乐。但是伊的感恩和俄乐，毋是即款足大的迄落足宏伟迄款，和韩德尔迄款，毋是伊转来甲用钢琴表达出对生命的普普停停的内底有上帝的引带，将一切恶乐归乎主。这个是什么货？伊的生命其实行到无介顺，一个音乐家伫47岁的时阵臭耳人啊，所以迄阵伊写这首曲的时阵，完全是听袂到的状况之下写出这个曲。再去和老师咧对这个定数的时阵，柯老师会讲 ，It's amazing， 这是非常奇妙的代志。上帝的赏赐伫因的生命内底表达出对生命亲近的理解的时阵，向诗篇的诗人做一个回应。恁着俄罗耶和华，恁着俄罗耶和华。苏伯特和贝多芬有一个真奇妙的生命的关系。苏伯特伫1827年的时阵，已经身体无啥好，迄阵伊30岁，身体已经无啥好，定患病。大概伊知影伊在生无偌久，所以伊甲伊兄哥讲，伊若有机会活的，但是有一个足大的遗憾，伊足欣赏音乐家，迄阵贝多芬已经足出名。伊若有机会伫伊的边仔，伊毋知影有偌好。伊的兄哥听这个代志，紧写一张批，将伊迄个时阵的作品60几个曲怎甲伊装做一个批笼，怎寄去互贝多芬。结果贝多芬迄个时阵身体嘛足歹的，1827年的1月、2月的时阵，伊一定伫病床啊。怎看到遐个手稿的时阵，伊惊一条讲，哪有人遮天才？我一定有在生，我有机会若看到的时阵，毋知影有偌好。但是迄阵交通无方便，当即张批接去到苏伯特接到的时阵，贝多芬已经过身。贝多芬伫1827年的3月26号过身。后来苏伯特去参加贝多芬的告别礼拜的时阵，伊担任甲贝多芬跟观察的其中一个。生命的连结的内面，因看到这两个灵魂通过耶稣基督，通过音乐做一个结论的时阵，将恶乐归乎上帝。过一年，1828年的11月，这个将有才华才调的苏伯特，互上帝调去。但是咱来看就讲，伫生命内底定定碰到即款互人无法度解说的代志的时阵，伫即内底诗篇148篇，互咱一个足大的提醒和应允。咱的生命内底定定嘛会碰到，亲像天气共款，最近咧落大雨共款。咱看到诗篇148篇的第8节，火甲冰雹，势甲云雾，
趁伊的话的狂风，这拢是属的主。定定伫即款的内面，生命的风暴，贝多芬臭戏呐，舒伯特少年就着着病无法度活真久，上帝使用伊将因所留落来音乐甲单，咱做伙来上赞。上帝安尼使用贝多芬和舒伯特，我相信咱每一个拢有安尼的文字。只要咱将咱的生命通过亲像诗篇的这位诗人所讲的，将一切恶乐归乎耶和华，咱将安尼做咱的生命上重要开始和结束，定定伫上帝面前提醒咱是属于伊的，咱是伊创造的。无将家己看作悬，将一切恶乐归乎耶和华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疼痛的主上帝，你爱阮常常欢喜，无停来祈祷凡事来感谢，就亲像诗篇的诗人共款，提醒嘛引带阮，恁着恶乐耶和华，阮着恶乐主上帝。感谢主，你有主权来成就你的旨意，因为你的疼甲稳定，容阮正囝儿祖囝。用真济方式表达阮对主你的上赞、阿乐，讲出阮心内吐开圣神的恩赐。特别今仔日，阮通过音乐、通过诗篇、通过圣歌队，伫艺术、伫主你赏赐人上水的礼物音乐的内面，阮做伙参与着主你神圣的敬拜。求你赐福阮顺服感恩的心。来接纳所有下伫你的旨意应允，愿主你帮助阮，就亲像特别伫苦难的内面，还是伫忧闷的内面，就亲像晚年的舒伯特和贝多芬，悠远轻调伫主你的信仰，还是伫天气真歹，有火甲冰雹射甲云雾的内面，有狂风落大雨的内面，阮就趁主你的话语。继续向前跑走，求主帮助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请咱将你椅仔的头前的圣诗提起来，咱来献开圣诗第9首。咱唱这首诗歌的时阵，咱来看伊倒边的谱表。第2谱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了，有一个延长的记号。迄个延长的记号，咱来延长，唱到无开。大家停止喘气了，再继续上帝仁爱无穷无尽。当咱安唱的时阵，咱就会当体会到这首诗歌。要爱咱做的代志。圣诗第9首，万有三甲自就欢喜，阿乐上帝齐声吟诗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上帝仁爱无穷无尽，创造天地海甲万民，阿乐天父，阿乐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。请咱起立。请坐。即马要李牧师要代表总会来对咱请安，咱先甲时间交李牧师。非常感谢今仔日互我有即个机会，搁一遍来到咱永福教会。今日伫5月初4的时阵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，就是我负责的委员会。阮伫遮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青年团契，就是 TKC 的70周年。伫迄天受到咱教会真好的款待，伫场地各方面设备，特别咱的会乡职事，即摆嘛是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的书记东江。阮作为东江伫遮来办即个真重要的7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搁一摆向咱的教会说多谢，搁一摆嘛感谢，伫前几礼拜咱会看到咱的迄个伫外口遐拢有一寡的布置，即个布置就是咱TKC 所行的一个路。永福教会诚做管出真好的帮助和祝福，搁一摆代表总会、代表青年事工委员会向大家向永福教会请安说多谢，感谢大家。咱要来介绍甲报告吼。我想咱首先爱来多谢柯洪玉老师甲李信仁牧师伫遮今日带咱的敬拜，咱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谢。咱也感谢上帝恩典，赏赐因有即种才能互因会当来伫遮，甲咱带咱做伙参加敬拜上帝这位是
在咧真仔兄这，我用1-2分钟的甲大家说一多谢。内底报告内底有一个五杨慧心，迄是我的亲的妈妈。伫4月28，就这个所在，伫遮做个别的礼拜，有做兄弟姊妹来参加咱的圣歌队妇女团契，唱足水的诗歌。我咧想讲，妈妈嘛会当伫生前吼，会当做一个告别式，伊一定是足欢喜的。迄日毋是干那咱那啦，佫有8仙的献诗，佫有其他的教会献诗，拢用足水的诗歌来感谢。来，咱的上帝感恩啦吼，会晓学乐咱的上帝。今仔日所讲的即主题伫遐，总是我咧想讲，咱诚做上帝的囝儿女，受创造者的囝儿女，除了感恩上帝的疼痛，会晓回应学乐，佫较重要，爱会晓荣耀上帝。咱像第9首内底写讲的，敢若得爱学乐嘛爱荣光上帝，这是咱诚做伊的囝儿应该爱有上好的一个回应。我即马拢伫76年，我就来离开咱英国教会，啊，佫有侪差不多有济啦。我想差不多剩10%吧，差不多剩10%呢吼。其他大概走了啦吼，已经像我这个年纪，我嘛差不多74、75啊吼，我差不多这个年纪拢是属于迄个上年的，嘛差不多嘛要转来去甲妈妈共款对一条路，总是迄是咱。妈妈上迄诗歌内底，遐献诗诗歌内，我定咧回想，拢是讲即条路是稳定的路，即条路咱的所望的是伫天年的祖家，迄才是咱永远的厝。所以咱真正多谢感恩，感谢咱英国教会这正兄弟姊妹，安尼多谢你过去。我本来实在是5月初4就爱来甲咱说说啦，毋过吼，我5月初4，阮家己阿金吼伫台北嘛咧做个别式。过落去礼拜多妈妈节，家己伫玻璃还阁庆祝，所以我怎样利用这礼拜倒转来甲大家请安，谢谢各位。我简单来做报告。来州的圣港的分担车，大家注来看。小会后广告也家己来看。咱牧师即马伫瑞士咧为着台湾来做拍拼，咱也为着台湾的前途来祈祷。那创宣团到伫明仔载开始会去台湾县受造就。咱也希望咱所有的兄弟也有真侪造就的机会，包括5月26日下晡伫中华教会也有中级的训练，也请信徒会当做伙来参加。咱教会伫8月11日也要举行圣礼典，洗礼圣餐，有爱洗礼圣餐的人也请来报名。咱团契的消息，后礼拜主日学甲花语因会到外口去，做野外礼拜，对伫大自然来体会上帝的救恩甲疼痛。那圣经学院今仔日有上课，也请上课的人会当留落来。妇女团契因有真好的灵修操练，伫个6月底请会长来报名。咱教会内底的长辈因也要为咱来拔肉粽吼，咱会当去订吼，一罐10粒400块。过来有一寡奉献的证明，若有错误请免客气，对咱教会的过节当工来做见证吼。咱即时来吟圣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上帝的阳光遍照你，也用慈悲款待你，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，赏赐你平安。请咱起立。领受差遣甲祝福，
愿创造主上帝的启示，让咱看出宇宙奇妙万物的创造，感受感化画命的震动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疼痛，激励咱每一个人用逐款的艺术，包括音乐、美术来表达诗歌等等，来表达丰盛的生命的活力。也愿圣神感动咱，时常用娱乐宣扬见证，来归荣光予咱的主上帝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闭会。